东突厥三首都乌鲁木齐市水木沟区发生了6.2级地震，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有关地震所带来的任何破坏和损坏的报告。据英国《泰晤士报》4月6日报道，英国从中国订购的数以百万剂武汉病毒测试盒被指不合格，无法检测出轻症及无症状感染者。报道说，英国测试主管约翰·牛顿上周日表示，英国政府从中国订购的测试盒仅能测出重症病人，而不适用于轻度症状或无症状感染者。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披露，澳大利亚海关日前截获了数百个中国制造的武汉病毒自我检测盒，这些检测盒宣称只需要1滴血就能自行检测并获得初步检测结果，但这些产品均未经过医疗机构批准认证。澳大利亚内务部长警告说，类似产品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南太平洋上猛烈发展的热带气旋旋风哈罗德在4月6日下午经过南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瓦努阿图时，扯核心云区变得异常浓密紧凑，中心风眼变得深邃，这是它在有利的水温条件和大气环流的条件下逐渐加强至巅峰的表现。美国联合台风预警中心认为，这一举加强至每秒70米的强风速，风力17级以上，而南太平洋的气象机构也认定其加强至最强的5级热带气旋。这种种的特征都表明，热带气旋哈罗德已经发展成为南太平洋4月历史上最强热带气旋。在之前数十年中，没有一个南太平洋热带气旋在4月能达到类似强度，是南太平洋的4月风王，这非常极端且罕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代理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马女士呼吁在全球范围内禁止野生动物市场交易。根据《卫报》报道，武汉病毒已变成世界流行病毒，应该禁止出售各种活体和已死野生动物，以防止武汉病毒疫情的进一步爆发。挪威卫生部长本特霍伊6日表示，该国境内武汉病毒疫情已得到控制。霍伊指出，在挪威，携带武汉病毒的人现在平均每人感染 0.7 个人。他表示，在强硬的限制措施实施前，感染率为每名患者感染 2.5 个人。挪威政府3周前宣布紧急关闭包括学校和幼儿园在内的许多公立和私立机构。政府将在8日决定是否将限制措施延长至4月中旬以后。挪威首都欧斯陆和第3大城市特隆赫姆的地方政府已表示，他们不会在4月中旬之前重新开放学校和幼儿园。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6日表示，该国的武汉肺炎病例累计达5755人，其中59人死亡。据中国海关总署官员金海称，自3月1日以来，中国已向50多个国家出口了38.6亿副口罩、3750万件防护服、1.6万个呼吸器和284万个武汉病毒检测试剂，出口总值达120亿元人民币，折合13.3亿欧元。不过，一些国家抱怨从中国进口的医疗设备的质量。荷兰在3月28日宣布，从中国进口的130万副口罩中，60万副被退回，原因是质量不符合标准，佩戴时口罩不能和脸部线条吻合，且有的过滤装置不能正常使用。中国的回复是，制造商已经明确指出，出口的这些口罩不是外科口罩。